人呢一世最公平嘅事就係人人都會變老。後生時意氣風發，總覺得老係好溜遠嘅事，轉眼間兩添傷，腳步漸慢，連上下樓梯都要喘幾口氣，先發覺晚年已經靜人雞來到身邊。當有一日你走唔喐遠路，做唔喐家務，甚至連起身倒水都費力時，該靠嗰係過日子。多數人第一個諗法就係靠仔女，但而家嘅後生肩上擔子幾時輕過？逢太車太養兒育女，樣樣都要使錢，樣樣都要費心。就算滿心孝順，都難免分身乏術，何況仗住一齊？代際差異、生活習慣嘅摩擦，反倒容易磨掉親情，最後兩邊都委屈。亦有人話有錢就去住養老院，有護工照應，唔使自己操勞家務。但真正去睇過就知道，再好嘅養老院終究都係集體生活，飯菜係統一嘅口味，作息係固定嘅時間，身邊多數係失能失智嘅長者，日子過得安靜，卻安靜得發悶。更何況人情冷暖，唔喺親人身邊，始終少幾分歸屬感。請保姆呢，稱心如意嘅保姆難揾，開銷亦唔細，普通嘅退休金扣掉保姆工錢，連生活費都未必夠，總唔能夠一把年紀仲要伸手向仔女要錢，平添佢哋嘅壓力。呢度養老難題困擾咗無數家庭，亦令唔少仲未步入老年嘅人提前開始發愁。其實天無絕人之路，日子總係過出嚟嘅，唔係等出嚟嘅。坊間已有唔少長者靠自己嘅智慧走出咗適合自己嘅養老路，既唔使離開住咗大半世嘅屋，亦唔使拖累仔女，照樣過得熱熱鬧鬧，體面舒心。今日就講三位過嚟人嘅親身經歷，佢哋都係70開外嘅普通長者，冇巨額積蓄，亦冇位高權重嘅仔女，全憑自己嘅籌劃，將晚年生活過出咗滋味。呢幾個法子未必人人都即用，卻足夠打開思路人呢一世。凡事早做打算，總好過事到臨頭慌手慌腳。覺得呢番話喺你嘅朋友，不妨點個讚鼓勵下，亦歡迎你喺留言區講下你心中最理想嘅養老模樣，大家一齊交流，總能揾到更合適嘅出路。話說第一位長者姓黃，單名一個強字，今年14歲，住喺新界舊式公共屋邨，街坊都叫佢黃伯。退休前佢係工廠嘅技術員，一世同機器打交道，話唔多，做事卻極為穩妥。後生時工廠效益好，佢憑住一手好手藝，可錢供仔女讀書，仲分到咗呢套3房單位，一住就係40幾年老伴。陳太5年前因肺癌走咗，走嘅時候好安詳，臨走前仲講付佢以後一個人要好好照顧自己，唔好太慳。黃伯口裏答應着，心裏卻空咗一大塊。佢同老伴係同鄉，20歲結婚，風風雨雨過咗50年，從來冇紅。嗰念後生時日子苦，老伴跟住佢側地過板間房，擺過路邊胎，好不容易日子好過咗，福就走咗一仔一女，都算爭氣。嗰次做會計喺屯門安家，女仔做護士嫁去咗將軍澳，兩個細路都孝順，逢週末就帶住孫輩過嚟睇佢，買菜煮飯，熱熱鬧鬧過一日。但平日裏屋企就剩低黃伯一個人空過嘅3房單位，連講話都有回聲。佢身體底子唔算差，就係後生時工廠潮氣重，落下咗膝頭風濕嘅毛病，年紀大都越嚟越嚴重，走半個鐘頭就痛得厲害，上下樓梯要扶住扶手慢慢挪，血壓亦高，每日都要食藥，醫生反覆叮嚀唔好激動，唔好勞累，就怕中風。日常買菜煮飯打掃衛生，佢仲能慢慢應付。最令佢心理發慌嘅係夜裏嘅孤獨同無助。有一回半夜佢血壓飆升，頭暈目眩，瞓喺床上動彈不得，手機放喺客廳茶幾上，佢連伸手去拿嘅力氣都冇，就咁硬撐咗半個鐘頭，先慢慢緩過嚟。呢件事之後，佢連夜裏瞓覺都唔敢關實房門，就怕有突發狀況，喊都冇人聽見。佢都動過去養老院嘅念頭。老街坊有幾個住咗養老院，佢特意約咗朋友一齊去參觀過，
有一家津貼養老院，價錢便宜，一個月4000幾蚊，但環境實在唔敢恭維，3、4個人住一間房，空氣裏就漫住藥味同尿塵味，護工忙得腳不沾地，連幫老人翻身都要排隊。黃伯睇咗心裏發寒，呢度邊係養老，簡直係熬日子。亦有高端嘅私家養老院，環境好，單人房，有護工1對1照顧，仲有各種娛樂設施，但價錢亦嚇人，一個月要13000幾。黃伯每個月退休金先6000多，連半個月都住唔起，佢一世慳慣，捨不得花咁多錢住養老院，更唔想讓仔女掏錢補貼，請住家保姆嘅念頭佢都唔係冇過，但問過仲介，稍有經驗嘅住家保姆工錢都要7000以上，仲要包食包住，逢年過節要加人工，佢嗰點退休金付咗保姆工錢，連生活費都唔夠，更何況佢聽過太多保姆虐待老人嘅新聞，屋企就得佢一個老人，萬一遇到心術不正嘅，連個講理嘅人都冇仔女，都唔係冇提過辦法。我只話要麼輪流接佢去屋企住，每家住半年。女兒話兩姐弟合錢俾佢請保姆，唔使佢講一否就回絕咗佢心，算得清楚字。一家3口住2房單，孫子已經是10幾歲，本來就擁擠，再添佢一個老神新抱，嘴上唔說，心理肯定羅伊3大同堂聽起嚟熱鬧，但生活習慣差唔多，遲早要鬧矛盾。與其住一齊鬧褪樓，不如自己住得清靜，距離產生美，親情反倒更濃。女兒嗰邊都一樣，女婿工作忙，外孫女正要升中學，正係要緊嘅時候，佢過好住只會添亂。至於請保姆嘅錢，佢更唔能要仔女供房養家，壓力都唔細。佢一世冇伸手向仔女要過錢，老咗，點能夠成為佢哋嘅負擔？就咁稿結咗大半年事情嘅轉機，發生喺一個夏日嘅傍晚。那日佢食完晚飯，落樓去公園納涼，聽同村嘅幾個老街坊圍埋一齊聊天，話樓上獨居嘅劉阿婆將空房間租俾咗一個喺附近上班嘅後生姑娘，每個月收4000蚊租金。平日女姑娘上班落班都會同阿婆打聲招呼，萬一阿婆有唔舒服，姑娘仲能幫忙打電話叫救護車。講者無心，聽者有意。黃伯聽咗呢番話，心裏頓時亮咗起嚟。佢呢間屋係3房1廳，自己住一間主人房，另外2間操室，一間堆咗老輩嘅舊嘢同雜物，另一間一直空着，常年鎖住門，本嚟就浪費。要是租出一間，每個月能多幾千蚊收入，屋企亦多個人氣。萬一有突發狀況，起碼有人知道呢，唔係一舉兩得嘅好事嗎？但念頭間冒出嚟，佢又開始擔心，唔好亂動屋企嘅嘢點算？萬一後生人作息唔規律，半夜嘈鬧，影響佢休息點算？萬一相處唔嚟，抬頭不見低頭見，幸扭地痕。佢翻嚟覆去諗2日，越諗越覺得呢個法子可行，風險肯定有。但咩事冇風險？與其一個人喺屋企擔驚受怕，不如試一試。大不了唔合適就唔租咯。關鍵係要揀對人，唔能隨隨便便就租出去。佢特意揾張紙，用毛筆寫咗張招租告示字跡，工工整整。本村3房單位，出租一間大房，環境安靜，交通便利，僅限正當職業作息規律之後，生人租金可以，有意者請致電。沒咗，佢仲補咗一句：屋主為獨居長者，盼租客平日可稍加照應。告示貼出去第3日，一把聲音聽起好斯文嘅後生打嚟電話，話姓陳，喺附近科學園嘅科技公司做工程師，剛從澳門過嚟任職，想揾個離公司近安靜啲嘅住處。睇到告示覺得好合適，想上門睇睇。黃伯聽佢講話有禮貌，又係正正經經嘅白領，心裏先就有咗幾分好感。當即約咗當晚落班後見面入屋。之後阿陳四圍睇一睇，房間乾淨淨，兼客廳亦好安靜，佢好滿意。黃伯亦唔拐，默覺請佢坐下飲茶。當場就將話講開咗，自己74歲獨居，身體有小毛病，
就怕夜裏有突發狀況冇人知，租屋俾佢可以俾市價平2成，公共空間隨便用。只希望平日多留意動靜，有時幫忙打救護車聯絡仔女。佢仲特意講屋企裝咗閉路電視，仔女實時可睇，絕對唔會賴上對方。阿陳本來仲有些顧慮，聽黃伯講得咁坦誠，反倒放下心嚟，當場就應承租落嚟市價5500嘅房租，黃伯收4500，水電網費平他兩人一拍即合，就咁住咗半個月。兩人相處得比預想中係要融洽。阿陳作息極規律，出門返屋企都輕手輕腳，從來唔喧嘩。黃伯每日早起煮早餐都會預佢一份，從來唔收飯錢。阿陳識趣，週末總會主動幫忙做家務收家具，仲教黃伯用智能手機視頻掛號，爺孫般嘅相處越來越自然。平日裏阿陳加班晚歸，黃伯總會留一凳客廳嘅燈，亂沙立味裏溫着一碗清補涼湯。天氣轉涼，黃伯會提醒阿陳添衫，下把老伴嘅羊毛圍巾找出嚟給他用。阿陳呢知道黃伯人神不好管，每次剿鼠地辦理社區手續都主動包辦，從來不用黃伯跑前跑後逢咗黃伯生。阿陳還會偷偷訂個壽桃蛋糕，約上幾個同事一起給黃伯慶祝，弄得黃伯又感動又不好意思，嘴裏說浪費錢，心裏卻暖烘烘嘅同村。幾個獨居老人見黃伯過得越嚟越精神，都紛紛嚟討教經驗，也想學着租個房間出去。黃伯總是耐心同佢哋講，選租客一定要睇準人品，事先講清楚規矩，唔好氹圖貴租金，大家相處得舒服先係最要緊嘅。有幾個老人照着法子做，屋企都熱鬧啦，不少連兒女都放心好多。真正令黃伯認定呢個小伙子靠譜，係攞次颱風夜嘅意外。當晚風大雨大，黃伯起夜時腳滑，摔喺廁所門口，腰殼傷咗動彈，不打手機又不在身邊，喊都冇人聽見。多睇阿陳睡前聽到動靜，覺得不對勁，用備用講時開門見狀，即刻打救護車聯絡黃伯仔女，仲一路陪住醫院幫忙辦手續。醫生話他得送醫及時，先冇大礙。仔女趕到後萬分感激，執意要俾1萬蚊答謝。阿陳佢卻堅決唔收，話大家住同屋下互相照應係應該嘅經過呢件事。黃伯心諗你一塊大石頭鐵底落地，就連原本反對嘅親戚都抗拒呢步棋走得妙。日子一天天過好，兩人越處越似親人逢年過節。阿陳唔返澳門，黃伯就拉佢食團年飯發利是。黃伯去覆診，阿陳得閒就陪住跑前跑後。有時阿陳同事過嚟聚會打邊爐，都會提前問過黃伯。一屋人熱熱鬧鬧，黃伯話自己都跟住年輕咗幾歲。黃伯常同老街坊講，以前總覺得人老咗就只能靠仔女去養老院，而家先知路院不止一條。呢個法子唔使離開住咗幾十年嘅屋，唔使睇人面色，每月多筆收入，身邊仲有個人照應，連心情都開朗好多。佢總話，與人之間從來係將心比心，多啲坦誠包容，少啲算計，日子自然就順啲。第一個法子就係以房養老，同住相伴，適合身體仲能自理，既人有空房嘅長者，養老不離家，最係自在。接下來講第二位長者，姓李名慧蘭，今年72歲，大家都叫佢李婆婆。李婆婆後生時係小學教師，教咗30幾年書，性子溫和體面，每月退休金有6500幾蚊。老伴走咗8年，留低一套2房單位同30幾萬積蓄。唯一個兒子喺中環做金融，忙得一個都難得返一次屋。李婆婆身體向來硬朗，種花練字，日子過得悠閒。直到2年前雨天去街市買菜，不慎滑倒摔斷果骨髓，手成功卻流失。後遺症行路個4腳拐杖走唔遠，家務亦漸漸做唔喐。兒子要接佢去半山屋企住，話有菲傭照顧地方又大。李婆婆一口回絕，佢去住個半個月，新抱係外國人，生活飲食習慣全唔同，菲傭講話又聽唔懂。
團住喺度似個客人，渾身唔自在。佢一世好強，寧願自己請鐘點工，都唔願意寄人籬下。金銀鍋不如自己嘅狗窩，但鐘點工每日只係2個鐘，剩下時間佢始終係一個人。有一回佢突發頭暈，天旋地轉，坐沙發上換咗半個鐘，身邊連個遞熱水嘅人都冇。嗰件事之後，佢先正經經考慮長遠嘅養老安排。請住家保姆嘅諗法唔係冇過，可面試咗好幾個都唔合意，要麼做事馬虎，飯菜唔合口味，要麼脾氣急躁冇耐心。仲聽朋友講過保姆偷揀拎嘢嘅事，更加顧慮。有經驗嘅護理型保姆月薪要8000幾，長期落去積蓄亦經唔起號，更何況外人終究冇自己人貼心。正發愁時細妹慧珍從澳門過嚟探佢細妹，比佢細5歲，妹夫早2年走咗，退休金先2300，仲要補貼仔仔供房，平日喺超市做清潔工，早出晚歸賺3000蚊都唔到，辛苦得很。呢次專門過嚟照顧姐姐幾日，手腳麻利又細心，每日變住花樣煮飯，參湯全合李婆婆心意。兩姐妹坐埋一齊傾起後生時嘅事。當年屋企窮供唔起2個讀書，細妹早早團學做工，供姐姐讀師範。望住細妹忙碌嘅背影，李婆婆突然靈機一動，與其花大價錢，廠人不如請細妹我一齊住，解決自己嘅養老問題，又能幫襯細妹，一舉兩得。細妹一聽就心動咗兩姐妹當積算群。李婆婆每月俾4000蚊生活費，伙食雜費從裏面出，剩餘全歸細妹。細妹將澳門間屋租出去，每月收3200租金，加上自己退休金全數攜起。細妹搬過嚟負責照顧飲食起居，陪散步覆診，兩姐妹互相作伴。半個月後，細妹處理好澳門嘅事，正式搬咗過嚟。從此屋企再冇冷冷清清，每日朝早有熱騰騰嘅早餐，天氣好就結伴去公園散步、街市買菜，下午一個練字一個喉意，有講有笑，日子過得悠閒又踏實。每個禮拜日，兩姐妹組結伴去附近酒樓飲早茶，一盅2件，蝦舊燒賣鳳酒，從街坊鄰里嘅甩斷事傾到後生時的舊事，一坐就係大半日。嗰時細妹個仔從澳門過嚟探親，又會買上禮物嚟睇李婆婆，一口一個大姨叫得親熱，還總農夫媽媽要好好照顧姐姐一家人，其樂融融。有一回細妹感冒發燒，躺喺床上冇力氣，反倒係李婆婆拄住拐杖慢慢挪去廚房煲粥揾藥，細心照顧咗2日。細妹後嚟笑住話，本來係過嚟照顧姐姐嘅，反倒要姐姐照顧自己。李婆婆就話，姊妹之間邊有道，照顧到大家互相扶持先係最要緊嘅。2個人就咁，你幫我，我幫你，日子過得越嚟越順心。連鄰居都話佢哋俾好多親姊妹，係要親密。李婆婆話自從細妹過嚟，自己連醫院都少去，從前一個人隨便對付食飯，營養跟不順，血壓唔穩，而家頓頓有熱飯靚湯。細妹仲會按佢身體狀況調理，血壓都穩定好多。更重要嘅係心理安，夜裏有頭疼，老熱喊一聲就有人應，唔使自己硬撐。細妹亦覺得日子舒心好多，唔使再睇老闆面色做辛苦工，收入反而多咗，仲有親人作伴，連笑容都多咗。有人問李婆婆，唔怕姐妹之間因為錢鬧矛盾，佢就笑，凡事講到前頭就唔會有矛盾，前數講得清清楚楚，相處多啲包容，少啲計較。一世姐妹有乜解唔開？佢話，人老咗最難得就係有親人喺身邊請保姆，係花錢買服務，永遠有幾分疏離，只會做分內事，唔會真心掛住你冷熱。親人之間係血濃於水嘅關心，夜裏咳一聲都會醒來問候。與其錢俾外人賺，不如幫襯自己親人，雙方都得益呢。第2個法子就係親友互助相伴養老，適合有關係親近、身體硬朗嘅平輩或晚輩親友嘅長者，以親情為紐帶互相照應，比請外人更貼心放心。再嚟講第3位長者，姓張名國同。
今年75歲退休前係公務員，每月退休金7800幾蚊。張伯後生時就有投資頭腦。80年代房價低時，除咗自住嘅3房，仲喺旺角買咗套2房單位收租。本來留俾仔仔結婚，後來仔仔移民加拿大，間屋就一直租住。而家每月租金有12000幾。本來張伯同老伴日子過得好滋潤，退休金加租金衣食無憂，每年仲去旅遊。可惜5年前老伴查出晚期乳腺癌，張伯花光流動積蓄，用最好嘅藥同護士，最後都留唔住人。老伴走後，張伯大受打擊，身體亦走下坡，高血壓、糖尿病接踵而來。前年仲中過輕度中風，左手腳唔太靈活，日常戰需要人照顧。仔仔喺加拿大開公司，多次要接佢過號養老張伯，次次都拒絕。呢把年紀語言唔通習慣唔同，過號連個講話嘅朋友都冇，同左勞冇分別。佢寧願留喺香港，有老街坊，有熟悉嘅茶樓點心，心理先踏實。仔仔話要俾佢請最好嘅住家護士錢，全由佢出張，伯亦唔肯，佢一世唔願意花仔仔錢。人哋喺外邊養家創業亦唔容易，自己一把年紀唔能添負擔，更何況外人照顧再細心都唔夠自在。張伯伯自己盤算過，請有護理經驗嘅住家保姆，謀約8500，加上生活費、醫藥費1個月起碼15000，退休金加房租本嚟夠。但旺角間屋樓齡越嚟越老，租金漲唔上去，遲早要花大錢維修，長遠落去唔穩陣，以後身體就會越嚟越差，使錢嘅地方越來越多，總得有筆口實積蓄應急，心理先唔慌思來上去。張伯做咗個所有人都意外嘅決定，賣掉旺角嗰套出租屋，親戚朋友都勸話屋係硬通貨，賣咗以後房價漲就後悔莫及。留着收租細水長流，仲可以留俾孫輩。張伯唔為所動，屋係死嘅，人係活嘅，留着間屋我連請個清心，保姆都要算計，要佢有咪用。屋本來就係為人服務嘅後生，買嚟安家，老咗變現過好日子先唔算浪費。旺角間屋地段好，臨近港鐵站，好快就以820萬成交。撈錢張伯冇亂，分人3份規劃得清清楚楚。200萬存期當應急，醫療金大病急事隨時可取。500萬買3年期定期同穩健美元債券，每年利息大約22萬，每月差唔多18000，剛好覆蓋養老開銷，剩餘120萬40萬，俾仔仔做孫輩教育基金80萬，留作日常零用。咁樣一嚟，每年利息加退休金，每月有2萬幾開銷預算。請保姆堂有餘，生活質量大大提升。張伯透過正規家政公司請咗位有5年護理經驗嘅，留姐8500月薪，動測血壓、打胰島素、住飯清淡合喉，專門適合糖尿病人。從此張伯再唔使為家務操心，每日早餐按時備好，藥按時提醒，上午陪散步做康復，下午打理家務煮晚飯，屋企永遠乾淨整潔，飯菜永遠熱氣騰騰，日子規律又舒適，手頭寬裕咗。張伯亦捨得為自己花錢。從前慳關衫穿舊都唔換，而家每季都添新衫。從前一買個床嗰就咁買，海鮮靚湯從來不缺。佢仲報咗社區書法班同太極班，結交咗唔少新朋友，日子充實又開心。書法班裏有幾個同佢差唔多年紀嘅老友，有啲係退休教授，有啲係舊公務員。大家寫完字就圍埋一齊飲茶論世，有時還會相約去公園打太極，去郊外行山。張伯本來以為中風之後就只能活喺屋企摸上到老，反而結交咗唔少志同道合嘅朋友，生活圈子反而拔流。身邊有老友唔理解佢賣樓嘅決定，話佢將祖業都敗光了。張伯從來不爭同。有個老友數着3套樓，平日裏卻慳衣慳食，連請個鐘點工都捨不得。去年中風之後資床不起，兒女又係外地，請個保姆又捨不得花錢，過得很慘。
張伯每次講起都搖頭，話錢同樓都係身外物，臨老啦，能過得舒服有尊嚴先係最實在嘅。有人仲話佢傻，話錢花完咗點？張伯就笑，我都75，仲能活幾個10年，屋再值錢都帶唔走。與其守住屋過緊日子，不如將錢用喺自己身上，過得舒服體面有尊嚴咁變老。佢話好多老人一世慳食慳穿，睇錢全留俾仔女。其實仔女有手有腳未必需要，反倒委屈自己一世人老咗，首要係將自己照顧好，唔拖累仔女，就係對佢哋最大嘅幫助。手裏有錢心理不慌，請得起保姆看得起病，唔使睇人面色就係晚年最大嘅底氣。當然呢個法子唔係人人即用，前提係有多餘房產或積蓄，可以變現出一筆可觀嘅錢，靠利息覆蓋開銷。如果只有一套自住屋，自然唔能賣落葉歸根，總要有個窩。但只要有閒置資產，與其留咗等升值，不如變現提升，晚年生活質量絕對划算。呢第三個法子就係變現資產，用適養老，適合有多餘房產或積蓄嘅長者，將不動產變成活錢，靠穩定收益，請人照顧，活得體面有尊嚴。當然無論揀邊一種養老方式都有幾樣，要特別留意揀租客同住嘅，一定要事先簽好正式租約，講清楚權責，唔好淨係口頭約定，日後有爭執就麻煩。親友互助養老的錢財，一定要算清楚該多少就多少，唔好講情面含糊過號，反而容易傷感情。變現資產嘅一定要選擇穩健嘅理財方式，唔好貪圖高息去仲投資養老錢輸唔起。與其等老了走唔喐了先來慌，不如趁仲有精神仲有力氣嘅時候，早早盤算好自己嘅晚年。唔好將所有希望都擺喺仔女身上，也唔好對養老全盤悲觀路，日子係自己過出嚟嘅。講完3個故事，不難發現，最好嘅養老從來唔係靠仔女，亦唔係靠養老院，而係靠自己提早籌劃，靠自己調醒心態，靠自己為晚年鋪好路。好多人後生時總覺得養老扣遠，等老咗再算，但歲月不美人，轉眼白頭，轉眼走唔喐，臨時抱佛腳，只會慌。很凡事預則立，不預則廢養老，呢件事越早打算越從容。亦有人話呢3個法子都有門檻，要有屋有錢，有親戚幫忙，普通老人邊有咁好條件？其實養老從來冇標準答案，重點係打開思路，冇空房出租，可以揾個同樣獨居身體尚可嘅老伙伴搭伙過日子，費用平泰互相照應，一樣熱鬧。冇多餘屋變現，可以將積蓄做穩健理財，多份被動收入，冇親人照顧，可以同老街坊老同事互相幫襯，你幫我買菜，我幫你取藥。遠親不如近鄰，日子係死嘅，人係活嘅，只要肯動腦筋，肯放下身段，總能揾到適合自己嘅活法。人呢一世後生時，為家庭為仔女為工作為生計活，本所為自己活到老咗，仔女長大，工作放下，也該為自己活幾年，唔使覺得請人照顧係浪費，唔使覺得麻煩人唔好意思，更唔使覺得去養老院丟人，怎麼舒服嘅嚟，怎麼踏實，怎麼過，就係晚年該有嘅樣子。更重要係心態。好多人一諗到老咗走唔喐就覺得能量，終日唉聲氣反到熬壞身體。其實後生有後生嘅精彩，年老有年老嘅從容，唔使再奔波操勞，終於有時間靜下心過自己想過嘅日子，睇書種花會有閒談，哪怕坐陽光下發呆睇雲，都係一種幸福。仔女嘅孝心當然重要，但孝心從來唔係時刻陪伴，而係心有牽掛有事。能頂得上做長輩嘅，亦要睇籠仔女難處，唔好將晚年全掛喺佢哋身上。你將自己照顧好，身體健康，心情舒暢，就係對佢哋最大嘅支持。講到底，養老呢件事說難不難，說簡單亦簡單，無非就係錢人心態3件事。錢夠用，人有照應，心態放平，晚年就差唔到哪裏去。
今日講嘅3個故事，3個法子，只希望俾大家一點啟發。每個人嘅家境、身體、身邊人都唔同，適合嘅路自然唔一樣，但只要提早打算，用心規劃，都能過上體面舒心嘅晚年人生。呢條路行咗就到咗晚年，冇乜好怕。前半世風風雨雨都撐過嚟，後半世照樣能過得有滋有味。願每一個人都能老有所依，老有所樂，將晚年日子過成自己中意嘅模樣。